今次去乘搭 Jet 2去 Paphos， 單程60磅。朝早9點半利物浦起飛，航程5個鐘。好彩冇咩人去，多空位可以成行自己坐。隔離嗰個人幾正，仲可以攤咗喺度瞓添。塞浦路斯快英國2個鐘，到達時間係下晝4點15分。出返市區可以選擇坐巴士，2歐一程。今次普普通通揀咗住呢一間最平嘅 Kissos 酒店。呢間酒店總共有3個游泳池咁多，可以過一個英國人最中意嘅全包酒店假期。好似佢哋咁樣曬太陽、游水、娛樂、食飯，全部都喺酒店玩晒。不過就係舊咯，講緊嘅仲係冇時卡，仲要用實體鎖匙嗰隻啊。不過都算乾淨企理，房間好大，仲有個泳池景露台添。我揀淨係每朝包早餐嘅，就只需要40磅一晚。早餐冇咩特別或者驚喜，都係嗰啲嘢啦，填得飽到個肚咯。基本上3日食嘅嘢都可以話係一樣。第2日跟咗一個去 Blue Lagoon 嘅本地團，喺 Get Your Guide 報團費35磅。首先去咗一個傳說中嘅女神浴池，當地人相信飲完或者用過呢度嘅泉水可以保持青春同埋美貌。有冇真係存在過就梗係冇人知，通常呢啲古仔都係作出嚟。嗰茄樹幹加埋滴滴嘅水簾洞都有啲 feel 嘅。之前可以落水去浸住影相添，而家就禁止咗啦。仲有個觀景台可以望下靚景，旁邊有個場地可以俾你搞婚禮，作出天盟海誓嘅一生承諾。返去之後就開始坐船出海，去本團嘅重點行程，就係去 Blue Lagoon 啊！啲水超級清，玻璃水咁啊！中意浮潛嘅話，船上邊都有工具俾你借，只需要俾按金就可以。架船仲有埋滑水梯俾我哋玩添。雖然話啲水淨係得16度，但游起嚟其實唔凍喎。游好水，個個就攤晒喺度曬太陽。午餐就車咗你去一個小鎮嗰度自費食。呢間餐廳連啲牛油嘅賣相都好靚。咁近海就梗係要試下當地嘅魚啦。燒魚即叫即燒，簡單調味，肉質滑嫩，好味道。最後一站就帶咗我哋去睇本地嘅農作業。呢度全年都好好太陽，所以出產好多蔬菜同水果。仲見到以前我西貢屋企都有種嘅大蕉添。唔講唔知，導遊話我哋聽大蕉其實係屬香料科㗎。睇埋附近一個又一個嘅海蝕洞，同埋呢一艘沉船。夜晚就去咗海旁嗰度睇日落，一個人嘅浪漫啊。Harbour of Paphos 餐廳都有好多選擇。我今晚就選擇食越南菜，味道都係好普通㗎啦，不過有啖湯飲下叫做滿足到我個亞洲胃咯。第3日就去咗一個比較遠啲跨城市嘅1日團，團費44磅，因為冇自駕遊，所以好方便。先去咗呢一個小鎮叫做 Lefkara， 有呢一個好靚嘅 Holy Cross 教堂，睇下入邊嗰啲水晶燈同埋閃靈靈嘅裝飾。呢度仲有一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工藝嘅人手刺繡，喺唔同嘅街道都會有啲嬸嬸坐喺門口嗰度篤啊篤，又真係幾靚嘅。可惜冇咩後生仔願意入行，所以呢一行都就嚟式微啦。下站就嚟到首都尼科斯亞，一個被分裂嘅首都。好得意，喺新城呢一邊有個規矩，所有建築物都要保持原貌，就算發展都唔可以清拆同埋更改。呢一個首都就係分界線，北面歸土耳其，南面歸塞浦路斯。嗱，呢度就係佢個過境關口啦，有個稱號叫做 The Green Line， 一定要帶護照嘅正本先可以過到關，唔會抌印仔，只會檢查。一過咗關就嚟到土耳其啦，聽下即刻有啲歌喺度歡迎我。由塞浦路斯嘅國旗變咗做土耳其國旗添。午餐時間啦，又係時候醫肚，嚟到呢邊一場，梗係要食返個 kebab 啦。食完午餐過返境就上車去最後一個城市 Larnaca， 兩旁嘅棕櫚樹同埋無敵長嘅海岸線，好有度假 feel。
最後翻返去 Paphos 嘅時候，就去咗呢一個 King Avenue 商場行街。樓下有間大型超市同唔同嘅鋪頭，樓上就有個 food court。晚餐是但食個手工意粉。最後一日朝頭早就去咗舊城嗰邊，收穫完畢就再搭返巴士去機場。坐的士嘅話好貴，要成35歐，好似我獨遊咁就要睇好班次坐巴士。回程就搭咗 Ryanair 單程40磅。塞浦路斯最好係自駕遊，如果唔係就建議跟返本地團。鍾意陽光海灘歷史嘅呢度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。